次我哋嘅學習之旅首站嚟到珠海羅西利表業有限公司參觀。羅西利成立於1984年，係中外合資嘅鐘錶品牌，致力於提供高質量嘅鐘錶產品。喺羅西利鐘錶博物館入面，我哋可以望到鐘錶業係點樣由一開始需要透過太陽嚟確定每日時間，演變到後嚟使用機械手錶查看時間。喺呢度陳列住好多唔同類型嘅鐘錶，好多都具有紀念價值，而且仲有展示機械錶嘅結構，簡直係熱愛鐘錶嘅人嘅天堂。喺眾多形態各異嘅鐘錶入面，我認為最特別嘅就係運儀。運儀除咗可以用嚟睇時間之外，另一個用途就係可以觀察天象，透過調整外圈嘅位置嚟記錄天體嘅位置。一個裝置就可以揾到28宿、天赤度、黃道同24節氣等唔同嘅天文概念，可見中國古天文學家對天象已經具備好大嘅了解。跟住我哋第二個地方就嚟到珠海博物館。珠海博物館呢，創建於1985年，1988年正式對外開放，展現咗珠海嘅歷史與文化。喺珠海市嘅地方性綜合博物館呢，博物館內有3個主要嘅固定展廳，展示咗內容包括珠海歷史、藝文與民族等，總藏品達15,489件，其中珍貴文物有1,175件。喺呢度我哋可以見證到珠海如何由一開始嘅小漁村發展成為如今嘅繁華都市，而我哋亦都可以見證到珠海居民由一開始捕魚嘅工具。大家好，歡迎嚟到睇到呢個水井口遺跡。呢度呢係平沙大虎山嘅水井口遺跡。位於呢個唔識讀門入海山茅海岸海東岸，係古代攞嚟進入內河內陸嘅要道。大家可以望下呢一個，呢個就係歷史上最有名嘅女海盜之一——安妮鮑莉。佢係呢個最出名嘅地方就係佢有一頭紅色嘅頭髮。呢個喺現今好多唔同嘅作品之中都會出現嘅紅髮女海盜係佢嘅著名特色之一。佢以前同一個水手私奔之後，加入咗著名嘅海盜面布傑克，由此開始咗佢傳奇嘅一生。接下落嚟嘅第2日嘅第2個地方，我哋嚟到湯臣倍健。正式參觀透明工廠之前，我哋需要戴上頭套同埋鞋套。湯臣倍健成立於1995年，佢專注於生物科技同埋膳食營養補充劑嘅研發及生產。其產品包括多種膳食補充劑，例如鈣片、蛋白粉等，廣泛適用於男女成人，提升身體免疫力。湯臣倍健透明工廠係該公司為咗提高產品透明度同埋消費者信任而設立嘅專項設施。佢展示咗產品嘅生產過程、質量控制同埋安全標準。湯臣倍健透明工廠唔單止提升咗品牌形象，仲加強咗消費者對產品嘅信任，展現咗企業對品質同安全嘅承諾。接下來最後一個地方，我哋嚟到珠海方志館。珠海方志館係屬於國家方志館落合設置嘅文化場館，位於珠海香洲區，專注於地方志嘅研究同推廣。珠海方志館擁有豐富嘅藏書資料，旨在收集同展示地方嘅歷史文化資產，並進行相關研究。收藏冊數達53,631冊，實體藏品有378套。館藏資源唔單止包括地理同文化資料，仲涉及與粵港澳地區嘅歷史同居民文化嘅相關書籍同實物。最特別嘅係呢度仲記載住位於何福堂書院後方嘅達德學院舊址相關歷史，包括當初成立嘅原因及其歷史背景。
以及與其相關嘅歷史文物，可以幫助我哋更進一步了解到位於我哋學校後方嘅歷史建築背後埋藏住嘅故事。以上就係我哋今次行程嘅記錄，希望大家鍾意。